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禪修療愈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嘅題目係點樣對自己慈悲一啲，慢落嚟嘅修行。喺呢一個咁快速運轉嘅世界入邊，我哋成日都忘記停低腳步，慢落嚟，並唔係懶惰，而係一種深刻嘅生命智慧。佢對自己最溫柔嘅一種慈悲，亦都係一生值得去修煉嘅功課嚟嘅。每一步都係同大地嘅對話，每一個呼吸都係同生命嘅相遇。當我哋專注於腳下嘅每一步，感受腳底同地面嘅接觸，我哋就開始真正活喺此時此刻。行走再唔係只係由一個地點去另一個地點嘅工具，而係成為咗一個覺察嘅練習，一個助緣。我哋感受到身體嘅律動、空氣嘅溫度、周遭嘅聲音，呢啲看似平凡嘅細節，都構成咗生命最真實嘅質感。慢慢行，讓我哋從目的地嘅焦慮中解脫，重新發現過程本身嘅美好。喺靜觀自我關懷治療入邊，有一個好重要嘅練習，就係細味生命嘅每一刻。可能我哋遺忘咗生命中一啲好寶貴嘅時刻，例如朝頭早嘅一杯茶，點樣係溫暖我哋嘅心。窗外嘅雨聲，滴答滴沙聲，就好似大自然嘅一個節奏。另外，讀書翻開書嘅紙張嘅質感、味道，亦都係感官上嘅一個接收。在我嚟講，睇書就好似一個 meditation 嘅練習，讓我可以好專注咁樣係去品味書入邊嘅智慧。另外，日落嘅時光就好似生命中一個變幻，而每一個變幻都係冇辦法可以重新嚟過。生命就好似由無數微小嘅時刻所組成，而我哋成日都好似要趕去下一個車站，就會錯過咗呢一啲咁珍貴嘅生命中嘅細節。所以細味每一刻係一種覺醒，讓我哋喺自動化嘅生活模式中去甦醒，重新去品嚐生命嘅滋味。慈悲同修行就好似一生溫柔嘅功課。咁點樣做到呢？我都飲杯水，對自己慈悲一啲先。嗯，有3樣嘢我哋可以做啦。第一就係允許自己放慢腳步，唔好再苛責自己嘅不完美，即係唔好再即係 judge 自己啊，對自己有太多嘅 judgment 啊。慈悲係從接納自己開始。當我哋比較能夠去接納自己嘅時候，其實同時間你對其他人嘅接納度亦都會大大提升。第二就係修行唔喺遙遠好遠嘅寺廟，而係喺每一個呼吸、每行嘅每一步、每一刻嘅覺知入邊。第三，慢落嚟係一輩子嘅功課，無需完美，只需要持續。每一日都係新嘅開始。點解講到呢度想笑呢？就係我覺得自己咧講呢一句説話咧，好似冇乜說服力，因為我都係一個好急嘅人。但係唔緊要嘅，我哋一齊去慢慢練習，慢慢咁慢落嚟。因為當我哋學識
慢落嚟嘅時候，我哋就開始真正地活着。呢一個唔係逃避，而係更深刻地去投入生命，以溫柔嘅心去行每一步，以覺醒嘅眼睛去細味每一刻。呢一個係俾自己最珍貴嘅禮物，亦都係對生命最深嘅敬意。多謝你收睇禪修療癒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，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禪修療癒1分鐘，我係宇峰。今集嘅題目就係本覺係咪一種對境呢？當探索本覺嘅本質嘅時候，理解心靈收集中係一個好根本嘅問題。當我哋談論本覺嘅時候，我哋究竟談論緊嘅究竟係啲乜嘢呢？本覺並唔係一個可以被認知嘅一個對象嚟嘅，唔係一個對境嚟嘅。佢唔係心識所能夠把握嘅一個目標，佢亦都唔存在喺主體同客體嘅分別入邊，亦都唔能夠落入能觀或者所觀嘅框架。佢係一個超越二元嘅存在。當我哋試圖將本覺當做一種對境嚟理解嘅時候，我哋已經偏離咗佢嘅本質，因為任何被對象化嘅認知都會變咗做一種 concept 嘅一種造作。但係我哋有3個方向可以讓我哋去熟習呢個本覺。當我哋最初去接觸本覺嘅概念嘅時候，我哋嘗試理解佢唔係一個需要去尋找嘅外在事物，而係我哋自己本身已經具足嘅覺性。我哋可以，第二就係我哋可以透過日常嘅禪修觀照，逐漸去熟悉呢一個本然嘅覺性，唔係去獲得啲乜嘢嘢，而係去記得呢樣嘢我哋本來就已經有嘅。第三就係當熟習覺性去到某個程度嘅時候，佢就會自己顯現，就好似日出嘅時候雲散開，當中冇任何嘅造作，而係一種本然嘅光明。所以熟習本覺係一個漸進嘅過程，需要好耐心、好持續嘅收集，並唔係一下子就搞得掂，而係對本然覺性嘅逐漸去親近，慢慢去熟悉。當我哋熟習本覺嘅時候，心就唔會再被概念、執着、分別心所束縛，係自在無礙嘅。我哋會明白到唔需要增加啲乜嘢，亦都唔需要捨棄啲乜嘢。我哋本身已經具足呢一切，喺呢一份自由當中係無染嘅，而且能夠照耀萬物而不為所動。本覺嘅自由並唔係從束縛中去掙脫，
而係認識我哋根本就從來冇嘢束縛住我哋。呢一個係最究竟嘅解脫，最圓滿嘅自在。多謝你收睇禪修療愈1分鐘呢個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資訊，邀請你免費訂閱我哋呢個頻道。期待喺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